超市那个超巨大的圣诞熊熊。哇，那个姜饼人好可爱哦，轩轩，轩轩不要乱爬，轩轩。好大的苹果，还有草莓、松果、蛋糕、棒棒糖，超多水果、饼干跟糖果的啦。哇，超大的面包，还有 cheese。那个牛奶打翻了，满地都是牛奶。这边还有打翻的可可，还有超美的花花。